三亚溪是台南重要的区域排水，因为位伫人口较密的所在，加上周边工厂阁真多，造成多年来水质严重的污染。其中以三亚溪的顶游、望寮桥的河段污染上界严重。因此，市府水利局对民国108年争取中央的补助经费，透过三亚溪、望寮桥的顶游污水的查流，到好尾寮水资源中心的处理，大大改善三亚溪的污染状况。为了这个工程来看，总经费是7.8亿，那环境部这边大概补助在5.5亿。那很重要的呢，就是三爷公溪呢，它是二人溪的一个支流。那这个支流如果能够改善的话，我想对二人溪的水质呢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尤其这个地区呢，有很多的燃灯厂、电镀厂，那这些呢，如果能够把它收集进来处理呢，对整个河川水质呢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我们也希望说，这样的今天的完工呢，那能够让三爷公溪的望寮桥以下的3个侧站都能从严重污染变成中度的污染。我们非常高兴，我们跟环境部合作，尤其环境部非常帮忙，对于我们东区的三爷溪上游的截流，还有这个水资源回收中心，能够挹注大笔经费，让我们可以把三爷溪的上游开始，一方面能够截流，一方面能够让水质更净化，那可以让台南市的河川，这改善水质改善更进一大步。本来是重度污染，变成中度污染。那未来呢？我们希望说，再一步一步的改善，能够这个成为轻度污染，甚至于成为一个完全干净的河川。透过污水的查流，和好尾寮水资源回收中心每天处理的量对12000吨提升到27000吨。对有处理过甲无处理过的废水比较，污染的程度已经对严重的污染度降为中度污染以下。而且未来水利局嘛将规划1万吨的放流水，回送到顶游的望寮桥的河段，为三亚溪来注入较清气的水源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